新北市三峡北大地区，昨共有一只超过100公斤重的大乌猪，伫个大街路顶欢抢直浪，差一点造成车祸。原来是载猪仔车绑无好势，去互这只大只猪走出去。 大只乌猪互锁啊绑条条，佮想要下过石椅走入溪坡来食草啊。国内远景紧到3公里来固定，不过原来互伊抓到机会逃走。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！这只乌猪是介粗勇，伫咧人行道酷酷撞，锁啊、护栏是拢总用着啊，真无简单，才控制伊的行动。猪猪，不要！冷静一点，冷静。 警界先界立过贼头嘛，掠过车手，不过甲超过100公斤的大只乌猪做对手，阁是头一届。伫咧昨中到新北三峡北大地区，乌猪唔知影啥物原因，伫咧路里撞来撞去，就惊影响到交通安全，看到的民众就随报警察。先顾着他，因为他在到处乱跑。是宠物猪吗？不是宠物猪，是人家发的出从货车上面掉下来，掉在路中间。加在警民合作之下，猪仔乌白撞的事件总算是结束。事后调监视器发现事件的原因，敢若就是这只行经过运猪仔客车。哪一边？我们这样拉过去，这样。猪猪来。乌白撞的猪仔后续互动保处带走。加在这个乌猪逃亡的事件无发生其他的事故，不过动保处表示，乌猪仔的业者伫咧在中间无固定好势，动物逃走会影响公共安全，相关会当罚15000块的罚款，照罚单学教训，避免类似情形搁再发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